有冇諗過60零萬英鎊就可以入手溫莎行政區嘅永久業權大屋，仲可以行路到達倫敦地鐵線 Elizabeth Line 嘅車站？今日帶大家嚟到 Maidenhead， 一個喺英格蘭屬於傳統嘅富人區，同溫莎份屬同一行政區嘅高質小鎮。呢個超熱賣嘅屋仔樓盤項目 Spring Hill 由知名發展商 Buckley Homes 打造，全個項目只有199間房屋，包括附送停車位嘅1房、2房、3房嘅 apartment， 起售價由31.5萬鎊起，以及3房、4房同埋5房嘅永久業權屋仔由61萬鎊起。Maidenhead 喺倫敦嘅西邊，係倫敦地鐵線 Elizabeth Line 上面嘅一個大鎮。坐火車20分鐘左右，2個站可以直接到達倫敦 Paddington。坐伊利沙伯線可以到達東倫敦嘅金絲雀碼頭。由我哋嘅樓盤揸車3到4分鐘，行路15到20分鐘就可以嚟到車站㗎啦。喺溫莎皇家行政區裏面，呢度嘅治安相當良好，民風淳樸，但係鎮中心嘅配套相當豐富，唔同價位嘅超市、家品店、餐廳都可以喺High Street 呢度揾到。教育資源非常豐富，就講緊我哋樓盤揸車5分鐘嘅範圍之內，就已經有4間 outstanding 嘅學校。成個發展項目只有2個 phase， 第一期已經有90% 賣出咗，第二期上有3到5房嘅屋仔選擇。我哋呢度有超罕有嘅2層高5房大宅。第二期嘅交樓日期最快會由2026年第3到第4季開始。呢個項目由2024年7月先開盤，所以已經全面用咗 heat pump 取代我哋傳統嘅 gas boiler。我哋全新嘅大屋當然唔少得，定有太陽能板、電動車嘅充電頭，全面採用 Bosch 嘅廚房電器，櫥櫃、地板、地氈已經做好晒俾大家。交樓嘅時候只要放啲家私，帶埋行李就可以入住㗎啦。想揾一個 house 嘅樓盤，30分鐘可以出到倫敦，又可以行路到達 Elizabeth Line 車站，仲可以住喺一個高等級嘅區域。歡迎嚟到參觀 Spring Hill。